好多人認為牙肉出血紅腫只不過係上火或者係熱氣，其實呢個係牙周病發出嘅求救嘅信號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懷港口腔嘅黃醫生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嘅案例。呢位係一個30左右嘅女士，佢嗰日嚟到我哋門診佢就同我講：黃醫生啊，我嘅口腔洗完牙好似差唔多半年左右，依家嘅牙齒又係有好大嘅味道，時不時刷牙嘅時候又出血，牙肉有少少紅腫，過嚟揾到你睇下咩情況。咁我哋就幫佢做咗檢查，發現到佢兩邊嘅牙齒牙肉底下都非常多牙石，呢種情況就係牙周病㗎啦。咁牙周病係咩意思呢？我哋嘅牙石一般就只會喺牙肉上邊，一旦牙石同埋牙菌慢慢生長到牙肉底下之後，佢就會持續性嘅破壞你嘅骨頭，導致你牙肉紅腫、牙肉出血，甚至牙齒慢慢佢就鬆㗎啦。咁我哋就同呢位女士講咗，呢個需要深層清潔，叫做牙周治療㗎啦。我哋依家嘅牙周治療都係用到比較先進嘅 EMS 嘅牙周治療機，佢基本上可以無痛化嘅去幫你處理到你嘅牙周病嘅問題。咁我哋出完方案之後，呢位顧客都係非常之信任我哋嘅，我哋就開始治療啦。治療過程中佢嘅反饋都係話：哇，未諗到牙周治療其實真係冇咁痛嘅。經過3次嘅治療呢位顧客嘅牙周就基本上恢復到一個比較健康嘅狀態啦。從之前嘅十分之紅腫，牙肉一檢查一探診佢就出血，到依家牙肉變成一啲紅腫都冇嘅狀態㗎啦。好，咁黃醫生就建議啦，如果你有出現牙肉紅腫、牙肉出血、口腔有異味，甚至係牙齒鬆動嘅情況，咁建議要盡快檢查㗎啦。一個好嘅牙周嘅情況，唔單止可以解決以上嘅問題，仲可以非常好嘅保護住你嘅牙齒同埋牙藥，減少蛀牙同埋其他嘅問題。提前預約維港口腔，我哋可以免費幫你拍片、免費檢查。